耶稣的故事第2册，耶稣死，耶稣讲话。第1课，耶稣讲起安息日的事。犹太人的律法无允准人伫安息日做工，律法允准人伫6日做工。安息日伊毋通做工，安息日是休困的日，人毋通伫休困的日做工。耶稣伫安息日医好一个负责人，关系这个代志人到耶稣的面前，因讲：你犯着犹太人的律法，律法无允准人伫安息日做工，医好人是做工，所以你犯着律法，你通伫6日的中间做工。你伫1礼拜的中间有6日通医好破病人，伫1礼拜的中间有1日你毋通医治人。7日是安息日，第7日逐人爱休困。耶稣因讲：我知影恁伫1礼拜的中间6日做工，伫安息日休困，总是伫安息日恁牵恁的牛去淋水，这是做工。恁讲恁伫1礼拜的中间只有6日做工，总是牵恁的牛去淋水是做工。恁伫安息日牵恁的牛去淋水，伫安息日医好一个负责人，检是毋好，检是犯着律法。恁伫1礼拜的中间有6日通牵牛去淋水，牛比一个人较要紧吗？恁知影照上帝看，人比牛较要紧。人通做上帝的囝，所以人比牛较要紧。我伫安息日医好破病人是应该的代志。第8所在，耶稣医好一个查甫人，关系这个代志，法利赛人真生气，因讲耶稣犯着犹太人的律法。耶稣因讲：恁若伫安息日看到恁的一只羊伫一个堤底，恁怎无家己抓起来？羊若伫堤底，恁得家己抓起来。我应该医好一个人，因为人比羊较要紧。羊若伫溪底，恁得抓伊起来；人若破病，我会医好伊。关系安息日，人通食好的代志，上帝允准人食好。看路加第13章第10节到第17节，马太第12章第9节到第15节。